ECS 嘅。呢個 Race Core 嘅底盤其實真係幾值得去再三欣賞下嘅。嗰件鋁磚 CNC 車床，哇！封晒好多間隔，擺放唔同嘅組件入去，好有心思，亦都好貴。呢個幾特別呢個設計。係可以抵消呢個水平嘅共振嘅。陶瓷黑鑽石，哇！再配埋一個金色嘅釘具嘅底座，哇！高大佢成 high end 精品，果然係非同凡響。Berliner RC3 Mark III 書架，助理呢個 Berliner RC7 Mark III。Capello 40係一個書架式嘅設計啦，兩路。Capello 100咧係一個坐地嘅3路。咁啊，用咗呢個皮高音，大家可以睇到啲木紋係相當清晰、相當精緻。哦 ，Dark 系列啦 ，Dark 40 Mark II， 好科幻嘅鋁拉絲鋁啊，表面配埋一個原裝。Mark II 亦都一個鋁星箱，3號4人設計，好科幻啊！嗰種鋁咧係一種大鋁拉絲鋁，大家睇睇，一種拉絲鋁嚟嘅。